今日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救主降生的感恩礼拜，咱伫圣殿中间做伙来敬拜永活的上帝，而且用感谢的心，感谢上帝赐了伊的囝耶稣基督，互咱每一个人的生命真做有愿望。毋知影大家敢有发现，咱今年圣诞节的讲道的经文甲题目，甲旧年一模一样。毋是牧师用毋对伊其实大家可能毋知影，旧年牧师讲圣诞节的讲章只讲一半今年要继续旧年的讲章，咱继续来讲好完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会通透过你活命的话来祝福互阮，互阮的生命活泼起来。愿恳求主，你这个时刻帮助阮，会当静静听候你的话，注心来听你的话，也照你的话去行，来荣光你的性命。愿让你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旧年是讲这个讲章的头一段因为已经讲一档我知影你拢袂记啦所以我要帮大家复习一下咱旧年主要是讲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的目的牧师有讲3项，咱顶回有讲有一个婴仔为着咱来生，有一个囝赏赐予咱，表示讲耶稣基督降临是上帝一种恩典。伊赏赐咱，而且伊是为咱所有的人来生，为着全人类来到这世间。伊来有3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赏赐丰富的生命。耶稣基督伊家己宣告讲，伊讲我来的目的是要互因得到活命，而且是丰丰富富的活命。所以宣告，只要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咱的生命就会丰富起来。对原本的真爽香真绿的生命，变成做真富裕、真丰盛的生命。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的第2个目的，真清楚，伊是为着听来。咱常常咧读的圣经约翰3章16节讲，上帝遐尼疼世间人，甚至赐了伊的独生囝。要互所有信伊的人无地到灭亡，反得到永远的活命。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来到这世间？上帝为什么要赏赐耶稣基督给咱？是因为上帝疼咱，无要互咱地到灭亡，要互咱得到永远的活命。所以圣经也对咱讲，这就是疼，毋是咱疼上帝，是上帝疼咱，找伊的囝。为着咱牺牲，赎了咱的罪，所以这段经文毋是简单讲上帝是耶稣基督是为着疼来到这世间，也指出伊来的第3个目的，就是要互咱得到救赎的恩典。圣经中间讲，上帝差遣主耶稣基督，是要互所有信伊的人无地到灭亡，反得到永远的活命。所以耶稣基督是为着救赎恩典来，所以咱今日伫遮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咱千万毋通袂记这耶稣来到这世间有一个真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透过伊的受苦，互咱得到拯救，就是要透过伊荣耀的国活，互咱变做有愿望的人。所以咱今日伫遮庆祝主耶稣基督降生。咱千万毋通袂记这耶稣基督来的3个目的，是要互咱得到丰盛的生命。伊是为着疼咱来到这世间，是为着要带来救赎的恩典，而且来到这世间。然后咱接续要来看今日所读的第1段经文。今日所读的第1段经文，讲有一个婴仔为着咱来生，有一个囝将要赏赐予咱。伊要来统治咱，伊要被称作奇妙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远之地的和平的人君。
伫遮有讲起耶稣的4种身份，每一个身份拢代表真重要的意义。咱要一项一项来看，也希望咱会当将耶稣基督的身份记伫咱的心肝内底。第一项，耶稣基督的第一个身份是要做咱奇妙的导师，为咱带来生命的引传。这奇妙的导师吼，和合本的圣经是翻译做奇妙的测试。测试的意思吼，就是有智慧、有谋略的顾问、导师，也是教师，也是辅导者。咱爱真清楚，就是讲，咱活踮伫即世间吼，每一工拢面对着真侪困难甲冲击。真需要有一个测试，还是讲一个导师，教示咱安怎去活，引带咱头前的路，互咱会当活了有意义，活了有价值。咱知影，咱若到一个青云的所在吼，一定需要引带，啊若无吼，咱有可能会迷路去。所以咱若要去一个所在旅行吼，咱通常拢会请一个导游，吼，伊对当地较清楚。会当知影安怎行，知影倒位较好佚佗，倒位会当互咱安全来旅游。咱需要一个导游。若无导游，咱嘛爱有现代的即个导航，互咱知影行对一条路才是正确。若无，咱真容易就迷路去。我会记得我伫2003年的时阵吼，我捌家己自助旅行吼，去德国，去拜访。我一对伫德国咧读册的朋友，因为迄个时阵我拄好伫即个瑞士的日内瓦咧进修，所以我就安排一个假期吼。我感觉我安排了袂歹吼，因为我就是先去德国找即对夫妇我的朋友，然后伫德国佚佗一工了后，然后我拍算吼，我坐迄个马车吼，坐火车对德国会当到迄个法国的巴黎吼。去遐佚佗一工啦吼，然后暗时的时阵，较对巴黎坐火车，转去瑞士日内瓦吼。我感觉这安排拢真舒适，火车票我拢准备好吼，我就去拜访我这同学吼。去遐吼，我已经10几天无见面啦吼，就伫遐开讲，伊就第2天伫遐住一暝了，第2天带我去旅游吼。我就来旅游的过程中，我来讲，我暗时要坐11点外的车吼。马车坐去巴黎吼，伫遐会当耍一工吼。伊就听我讲要去巴黎，伊就我讲，你有准备无吼？我讲较会着个啥物准备？我就坐火车去遐，落车了伫遐佚佗了，搁坐火车去到瑞士的所在吼。伊甲我讲吼，你真正吼坎啦吼。伊讲吼，巴黎有7个火车头啦，吼。我落车迄个火车头吼，甲我要坐车去瑞士迄个火车头是无共款的。我想讲吼，我迄阵也想讲全世界所有的都市拢是一个火车头尔吼。所以我这朋友吼，伊就赶紧吼，迄暝伊就对个册架吼，摕一本迄个中文的吼，迄个巴黎即个都市的介绍的册吼，搁另外摕一张地图互我吼。伊老讲我坐车吼，到落车迄个车头伫遮，要上车的车头是伫另外一个所在，伊就老画好清楚吼。所以我就靠即个地图吼，伊讲吼，伊甲我讲吼，法国人吼，大多数法国人是无咧讲英文的吼，所以伫遐问路问无啦吼。所以我就靠迄个地图吼，伫遐行一工啦吼，然后安全对迄个巴黎转去到我的学校吼，伫日内瓦的所在吼。好佳哉吼，有即张地图甲即个介绍的册，无我即摆还阁伫遐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吼，咱来知影，咱较一个青云的所在，需要有导游，若无就爱有导航，无就爱有地图，咱才会当好好来游览即个所在。咱的人生嘛同款，咱来到即个世间。咱伫无清楚路的情形下面，一定需要正确的引带。耶稣就是咱人生的导航，
咱学习耶稣伫即世间的生涯，这是非常重要。咱学伊安怎去活，学伊安怎讲话，学伊安怎对待别人。安尼咱就当明白上帝的旨意甲计划，因为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啊。咱学伊安怎行伫即个人生的道路，咱就会当行踮伫正确的道路顶面，咱的生命就会变做有价值。所以咱咧庆祝圣诞的时阵吼，毋是干那讲庆祝耶稣基督降生尔，咧庆祝耶稣基督的生日。咱更加应该爱注心去看耶稣的生平，伊的教训，学习伊安怎去听别人，学习伊安怎为着需要的人付出牺牲，接受伊引带，照伊的生命的款式来行，照伊的脚链来行，咱自然而然会当得到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所以，咱真正爱邀请耶稣基督来成做咱生命的测试。啊，关系耶稣基督是奇妙的导师吼，阁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伊带来上帝奇妙的拯救的计划。咱咧读圣经的时阵吼，也是讲咱咧观察这世间的时阵，咱就知影讲，这个世界的产生是在伫上帝奇妙的计划。咱生活伫这个世间吼，咱若好好来观察，咱会发觉讲，宇宙万物的设计是非常奇妙啊。我毋知大家吼有偌久无抬头看天顶的星辰，咱若去看天顶的月亮、日月星辰吼，咱就看见一切是遐尼有规律咧运行。啊，你若静静的时阵吼，咱听咱家己的呼吸，听咱家己的心跳，咱会感觉讲，哇！上帝创造是遐尼奇妙，伊是奇妙咧运行，互咱会当活踮伫上帝奇妙的创造中间。伫圣经中间，咱看见着，伊对咱讲，上帝耶稣基督是创造者。伊讲太初有道，道甲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个道太初就甲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伊创造的，既若被造的，无一项毋是借着伊所创造的。所以耶稣基督是参与伫上帝创造的计划中间，伊毋是单单去计划尔。伊阁执行这个计划，咱看见着以弗所第1章11节讲，宇宙万物拢是照着上帝的计划甲决定来完成。上帝根据伊原始定落的旨意，借着基督竞选咱成做伊的百姓。啊，所以咱会当明白吼，耶稣来到这世间，透过伊的生涯来完成上帝奇妙的计划。伊奇妙的计划就是要竞选你我。成做伊的百姓，虽然今日会当来到圣殿中间，来学了上帝，来敬拜上帝，来成做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奇妙的计划。耶稣基督完成上帝奇妙的拯救的计划。所以咱明白，伊是咱生命中间奇妙的导师，这是伊第一个身份。耶稣基督第二个身份。就是伊是全能的上帝，咱知影，咱所信仰的是三一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代表，而且咱来理解来讲吼，咱伫这个世间，咱若要选一个信仰，选一个生命去信吼，伊至少爱有两个真重要的条件。第一，伊爱有能力的，伊是爱有能力的，有能力的上帝才会当保护咱嘛。所以咱伫圣经中间看见着耶稣基督是充满能力。伫圣经中间，伊医病赶鬼，伊有能力平静风涌，伊有能力互平淡的水变成做甘甜的米酒，伊互青面的看见，互歹脚会当行路，甚至伊互死人搁活，伊镇压一切邪恶的势力，甚至连死亡伊嘛镇压。虽然知影咱所信仰的耶稣是充满了能力，但是伊阁需要第二个条件，因为一个有能力的上帝吼，伊若无听咱吼，伊嘛袂为咱带来保守嘛。但是咱伫圣经中间看见着，耶稣基督吼，毋简单听伊所爱的哦，听尊敬伊的人，伊嘛听遐个被人轻视、被人欺杀、
被人厌恶，甚至伊疼遐对着伊的人。耶稣基督是一个充满疼、佮充满能力的上帝，所以伊会为着咱的生命带来完全的保守。这是值得咱信靠的一个全能的上帝。耶稣基督的第三个身份就是永远伫地的爸。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咱拄则有讲过，伊来到这世间有一个真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显明天父上帝的疼。所以上帝遐尼疼世间人，伊赏赐耶稣基督互咱无至到灭亡，互咱得到永远的活命。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这世间，就是要显明上帝长阔关深的疼。今仔日主耶稣基督有缘咧供应咱无尽的疼，亲像主耶稣基督讲的，讲那亲像爸疼我，我疼恁。你也爱常常生活伫我的疼中间。你若遵守我的命令，恁就会常常生活伫我的疼中间。耶稣基督的命令是啥货？伊就是爱咱彼此相疼。所以伊设立教会，互咱伫教会中间会通透过彼此扶持、彼此相疼、互相安慰，来成就伊的疼伫咱的中间。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这圣诞的节期吼，咱一定爱做一件代志，就是咱爱去分享咱的疼。咱等下吼出去的时阵，大家拢会摕到一个圣诞歌对无？吼，你通回去食啊，圣诞节就过了啊。你应该爱将这个圣诞所带来的信息，甲需要的人分享。今年有一件代志，牧师感觉真感动，嘛感谢上帝。奇妙的安排，咱过去咱圣诞节时，咱教会拢会举行比较大型的圣诞的福音大会，咱会邀请一寡较出名的人来做见证，咱会邀请咱的朋友来，但是咱逐冬我甲讲，咱若办迄个大型的邀请来差不多几十个人啦，几十个人，是讲差不多无到100个新的朋友会来甲咱中间参加。今年因为拄着这疫情所以牧师团就想讲，安尼到底要用啥物款的方式？我就想讲，无安尼来办去较细型的啦，由各小组、各团体去邀请新朋友阮头前嘛做烦恼讲，即款的效果可能较无好，但是无想到大家拢真用心去邀请。咱即届咱干达这个圣诞节期咱的小组、咱的团体邀请来的新朋友超过250个，超过250个。所以这圣诞的节期其实是一个分享疼的节期。我拄则有讲过，上帝为什么要设立教会？主要的目的就是互咱只彼此相疼嘛。咱的人生会拄着真济困难、真济挑战，但是因为咱有这个教会、这个团体，会通分享来自上帝的疼。咱来其实主要所基督互咱的命令，就是恁来彼此相疼。所以，伊既然供应咱无尽的疼，咱就爱将这个疼来分享出去，互伊对咱的教会满出去，互真济人拢会当享受到主要所基督所带来、所供应这款无尽的疼。最后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主要所基督的一个身份，就是和平的灵君呐，咱要注意，这和平的灵君，伊是带来真实的平安。咱知耶稣基督来迄个世界，迄个世代是一个无平安的世代。耶稣基督降生的时阵，犹太人已经亡国一段时间，伫政治上因被罗马帝国外来的政权统治，所以犹太人伫迄个时阵因的身份上是第二等的国民。因为因家己失去国家嘛，失去了尊严，失去了保障，做一个殖民地人的百姓受到这个外来政权的压制。伫当时阵社会中间存在着真侪无公平、无公义的代志，所以百姓伫迄款的情形下面非常非常艰苦。但是迄个时阵外在环境险恶，但是心灵上伊嘛得袂到安慰哦。因为当时阵的宗教领袖，只会晓将迄个困难
的律法放伫百姓的心上，爱因接受律法的规条，无要去实践上帝真实的教训。因无体贴百姓的痛苦，反倒等轻视摆脱因心目中的罪人。所以当时阵的人，就是生活伫即款无平安的世代中间。迄个时阵，耶稣基督降临，为因迄个世代带来真实的平安。今日咱来看吼，今日咱徛起的台湾，咱详细来想，嘛是充满真侪无平安的因素。咱看起着，咱伫外面有中国的势力，用文攻武吓来威胁台湾。伫咱内部政党中间嘛有政治恶斗持续咧上演。即一冬来，咱其实拢活踮伫即个疫情的真大影响下面。咱台湾是算做较好，咱今仔也会当伫遮组织。咱若真正知影国外的消息吼，国外即摆是非常非常的危险。也因为疫情的因果，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互咱的贫富的差距哪来哪济。虽然即个世代其实若是活踮伫一个充满了真侪无平安因素的一个世代，伫即款的世代，什么是咱真正的愿望？独独是即个为咱带来平安的即个和平的人君。耶稣基督讲：“我留了平安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赏赐互恁。我所赏赐的，无亲像世间人所赏赐互恁的。”伫即个无平安的世代，咱爱得到迄个真实的平安。就是对主耶稣基督来，咱有体验过的人拢知，伫咱人生中间上界艰苦的时刻，耶稣基督永远会当带来真真正正的平安。其实我过去即一冬吼，大家真清楚啦吼。阮牧师娘对3月份开始知影破病，我的家庭就一直经历着真大的挑战。但是伫即个过程中间，我嘛深深去体验到，啥物叫做真实的平安啊！就是对迄个外在状况，咱完全无法度掌握的过程中间，只有会通倚靠迄个不变听的上帝。耶稣基督所带来真实的平安，互阮永远徛会在啊！吼，咱今仔有真侪人看到一个看起来无啥像牧师娘的牧师娘吼。因为即摆头毛仔现在地家头毛啦吼，但总是我会当对伊的生命中间去发现讲迄个真实的喜乐。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耶稣基督所赏赐咱的平安，毋是无拄着风影，一切拢顺时的平安，反倒当是伫真侪挑战的中间，咱永远徛伫会得在，知影讲咱会当信靠即个。绝对咱会当倚靠的上帝。最后，牧师嘛要分享的就是讲，和平的人君对咱提供一个真重要的信息，就是有一天，主耶稣基督伊会完全掌权。启示录11章15节讲，第7个天使一分扫角，天顶就有大声音讲：统治宇宙的大权已经属伫咱的主，甲伊所立的基督。伊要掌权，世世无穷。这对咱讲，有一天主耶稣基督要伫这个所在掌权。虽然今日伫遮庆祝主耶稣基督降生，咱爱明白，咱爱期待主耶稣基督有一天要伫咱这世间完完全全掌权。咱爱对家己做起，首先咱要互家己的心灵，互主耶稣基督伫咱的生命中间完全的掌权。伫咱的家庭中间掌权，伫咱的教会中间掌权，然后咱透过祈祷，催逼迄一日赶紧来到，互主耶稣基督会当完全伫即世间掌权，互即个世间会当得到真实的平安甲喜乐。愿上帝亲自赐福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伊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激励阮。愿在主耶稣基督的降临，为阮带来拯救甲愿望。恳求主你赏赐即款的愿望，即款的信息伫阮的心中，互阮会当接受你所交代阮的使命。伫即个圣诞的节期，
将这款的信息分享出去，祝福万民。我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